各位朋友，我係世紀21宇田地產蔡生 Raymond， 而家同各位介紹呢個筍嘅放售盤，係大埔太湖花園。太湖花園合共有2期，有15座，單位合共有2476伙。而家介紹呢個筍嘅放售盤係第2期。入伙日期係1994年12月，發展商係信和地產。太湖花園係大型屋苑，會所設施，交通方便，近港鐵站，民生設施應有盡有，附近有好多食肆。而家介紹呢個筍嘅放售單位，實用面積476尺，2個房。事不宜遲啦，而家同各位介紹呢個筍嘅放售盤。首先，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廚房。業主提供咗有煤氣煮食爐、抽油煙機，廚櫃都相當之雅致，並且預留咗雪櫃位。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大廳，大廳係落地玻璃嘅，窗外景色係開揚，再向南。業主提供咗1部冷氣機，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洗手間，洗手間係明廁有窗，原本做缸改咗為企缸，提供咗有1部煤氣嘅熱水爐，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客房，客房大概有50尺。1部冷氣機，房窗開揚嘅，我哋睇睇佢另外一個主人房，主人房面積大概有70尺，提供咗1部冷氣機。房窗都係開揚嘅，再向東方，如果邊位朋友對呢個筍嘅放售盤有興趣嘅，麻煩聯絡世紀21宇田地產。世紀21宇田地產，多謝各位，多謝。